交通的问题来看，高雄仁武的水管路三段，常常拢有砂石车咧出入，佮违规停伫咧机车道。民众骑机车经过，拢惊会有危险。因为警方是表示，会对违规业者开单，佮加强处理。乌多摆徛伫仁武水管路三段，发现几若台砂石车停伫机车道边啊，为着要闪大车，民众干内当骑到快车道，若拄到大车并排，现场实在真危险。有民众甲这段影片抛伫网络，引起大家讨论。因为遮有大学，真侪学生拢会骑车上课，学生就讲常常看到大车会停伫边啊，机车干内会当弄车旁，实在真危险。他们会挡道路，让我们比较不方便骑车。这样，对啊，就是机车会在那边钻来钻去，还挺危险的。有关单位使甲因劝导啊，是讲若无法度来开单啊，无对桥道的人较危险啊。根据仁武分局的统计，今年水管路三段发生机车甲砂石车车祸案件就有26件。目前警方已经针对大卡车违停开出49件罚单。仁武派出所表示讲，因为这附近有开发区，砂石场的砂石车拢会伫路边等装货甲落货，未来加强开单。那阮机车道有专用道，所以讲一般迄个大汽车袂当停伫遐。因为停伫遐原因是因为伊迄边啊有两个迄砂石场，所以讲因伫遐排班，就准备要把因个砂石啊放入内底，毋则甲这违规。派出所表示讲，这段路边画白线，毋过机车道就是袂当停车，砂石车停伫路边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罚600到1200块。日后警方会加强巡逻，维护骑机车的人的安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